Hello， 大家好，又係我阿 Man 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喺立法會聯席會議嗰度宣布，特區政府準備訂立呢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10條嘅附屬法例啊！咁公眾或者法律界一聽到國安修例呢，好多時直覺都會問啊，係咪又多咗新限制呢？對於呢個疑問，官方發言呢就用咗歷史背景幫大家理解啦。咁啊，其實今次已經唔係特區政府第一次用呢個附屬法例或者實施細則去微調呢個法網㗎啦。由舊年5月啊，針對呢個駐港國安公署履職訂立呢個附屬法例啊，到今年3月修訂呢個香港國安法第43條嘅實施細則，咁啊都睇得出當局而家行緊嘅就係見招拆招、動態修例呢啲風格啦。咁啊，好似局長話齋啦，維護國家安全呢，只有進行時，沒有完結時嘅。咁而喺而家呢個地緣政治博弈咁激烈嘅現實下呢，法例條文好難寫一次呢就一勞永逸嘅啦。而普通法係最常見嘅做法，就係邊行邊睇，及時納列，釐清細節嘅模糊位，咁先可以應付最新嘅風險啊！今次附屬法例最核心嘅部分呢，就係要講清講楚啊，香港國安法啦。點樣去界定邊啲罪行屬於呢個特區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呢？咁喺打官司嘅世界入邊呢，確定性絕對係法治嘅關鍵啊！以前最頭痛嘅地方喺邊呢？過去啊，如果一單案件涉及呢個國安，就會衍生出嚟嘅交替控罪到底適唔適用呢個國安審訊程序呢？條文上係有空間俾雙方嘅律師喺法庭上面拉鋸嘅。咁打官司嘅新嘅附屬法例呢，就借用咗一向都有嘅行政證明書嘅機制啊，即係由特首去認定某個行為涉唔涉及呢個國安。咁啊，只要呢個核心嘅行為一經定性，成單案呢由呢個調查啦、拘捕啦、落案起訴，以至同案入邊嘅交替罪行啊，喺法律程序上呢就會全部貼上同一個標籤㗎啦。咁樣最大嘅好處係呢，係一下解決咗刑事訴訟上面嘅不確定性啊。當控方提出呢個交替控罪嗰陣時呢，唔會因為改咗控罪而令到保釋門檻或者係審訊模式產生咗好多嘅程序矛盾啊。案件自然快好多，高效率咗好多啊。仲有一點要提到嘅係官方今次解釋政策嗰陣呢，好清楚講明啊。附屬法例呢，完全冇加呢個新罪行啦，冇加呢個新罰則，亦都冇多嘅執法權力。呢個舉動好重要嘅，佢要向市民同埋公眾發出一個好強烈嘅訊息啊！今次嘅立法呢，只係一個程序同埋技術上面嘅對接，絕對唔係擴張呢個權力啊！對於係嗰啲唔會去危害國家安全嘅普通市民同商業機構嚟講呢，法律條例根本就冇喐過，大家可以生活照舊啊！政府用呢個先訂立後審議兼外加早一日得一日嘅安排呢，正正反映啊行政主導體制下邊嘅高效率嘅追求啊！咁啊，隨住呢條附屬法例刊憲同埋推行啦，香港處理國安案件嘅工具箱呢，將會變得更加清晰、更加規範㗎啦。而呢個亦標誌咗啊喺特區國安嘅工作上邊呢，已經開始精雕細琢嘅程序優化嘅階段啦。好啦，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